Hello，歡迎大家收睇灣區樓市有一講一，我係 Tony。國慶假期黃金週過咗冇幾耐，中山博愛路樓市就爆出咗大新聞，有屋苑直接大劈價開出咗4800蚊一平方嘅單位，比起同路段二手嘅9月份平均價8300係平足咗40%有多啊！成個市場即刻就騷動晒，睇真啲呢個價甚至係比中山市嘅均價都要低一大截啊！根據數據顯示，9月中山新房平均仲企硬萬零蚊一平方嘅，二手都要8000幾啊！而依家博愛路呢批四字頭嘅盤呢，等於係比新房平咗52%，比二手係平47%嘅，絕對係近年嚟少見嘅深水炸彈啊！有業內人士分析，雖然今次只是係個別案例，但係反映出咗中山樓市確實係進入咗深度調整期。雖然話粵港澳大灣區國慶期間嘅整體回暖跡象比較明顯，廣州、深圳成交都係有回升，但係中山市場似乎要經歷多一輪以價換量，尤其係部分資金鏈緊張嘅發展商同埋業主啦，為咗盡快回籠資金，寧願係割價求售嘅。博愛路作為中山城區嘅主幹道，今次嘅劈價無疑係一個重要嘅信號。有專家提醒啦，依家嘅樓市分化越嚟越明顯啦，靚地段同埋普通地區嘅價差會繼續拉大啊！對於想上車嘅買家嚟講呢，呢個可能係機會，但係都要諗清楚個區嘅未來發展同埋資產升值潛力先好落搭啊！今期同大家分享下中山目前賣緊4000幾單價嘅屋苑，睇下呢啲賣咁平嘅屋苑有咩優缺點呢？大家睇完條片覺得對你有一定嘅幫助嘅，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，訂閱翻 Tony 嘅灣區樓市有一講一頻道。第一個三鄉嘅德瑞花園啊，德瑞花園房價引起咗唔少人嘅關注啊！呢個8年樓齡嘅屋苑究竟值唔值得入手？德瑞花園一手新房4999蚊一平方，呢個消息呢喺中山樓市圈傳開。對比翻高峰時期過萬蚊一平方，呢個價真係跌咗成大半啦。但係呢，平嘢係咪一定好啊？同大家全面分析下德瑞花園呢個樓盤，等你諗清楚再決定。德瑞花園喺2023年9月時候呢，均價仲要係10500一平方嘅，到咗2025年5月啦，官方公佈嘅價位仲係8300蚊一平方，依家落到4999。等於比2年前係平咗一半嘅，比半年前咧都平咗40%幾啊！呢個價喺中山樓市嚟講真係算好低嘅啦。不過都要了解翻點解跌得咁犀利，成個中山樓市走勢同埋屋苑本身條件都係有關係嘅。呢個盤喺2018年竣工入伙㗎啦，計落已經係有8年嘅樓齡啦。成個樓盤佔地係36000平方米嘅，建築面積係13萬平方米，規模咧就唔算細，有1070伙，係一個中型嘅社區，交通位置靠近主幹道，但係離中山市中心遠，反而係離珠海市中心嘅香洲區比較近啊！屋苑去到珠海市香洲區最近先係3公里啊，位置真係有啲吊腳啦。雖然話靠近 G105 國道同埋S268省道嘅交叉路口啊，自駕車出入呢就係比較方便嘅，但係離三鄉鎮中心同埋中山市中心就係比較遠。如果係要靠巴士公共交通出行嘅呢，小區附近有茅灣牌坊巴士站，有 K09、K11、K26、931等多條巴士線路經停啊。去到三鄉鎮同埋珠海三武各個地方咧都算方便嘅。不過從屋苑行到巴士站咧就有500米嘅距離。最近嘅輕軌站係珠海明珠站啦，都係要靠巴士接駁先得。如果要日常出群往返珠海或者中山市中心嘅，要預留翻交通時間比較長啦。講到生活配套，德瑞花園周邊有基本嘅商業設施，但係就唔算完善嘅。樓盤1公里範圍內咧有3個超市，最近嘅係旺輝生活超市，距離樓盤係230米，行路幾分鐘就到啦。買日常用品勉強可以滿足。其他大型嘅商業，比如三武會員超市、1+1連鎖超市、神昌購物廣場等等，就要遠唔少啦。最近嘅都要5公里啊！大型嘅商場或者係多功能商業中心附近真係冇㗎。所以如果係中意行街睇戲食飯一站式娛樂，就要出翻去三鄉鎮中心或者係珠海市中心先有得享受。
屋苑環境綠化幾好，但係密度有啲高啊。德瑞花園小區內部嘅環境都算唔錯，綠化率達到38%。喺咁高密度嘅小區嚟講呢，算綠化率比較高噶啦。樓盤實行人車分流，即係話車輛直接係入咗停車場，唔會同行人爭路嘅。對於有小朋友嘅家庭呢，呢個設計確實係安全好多。屋苑內部有運動場地啦、會所啦，落樓就可以做運動，幾方便下。不過都要提醒下，因為佢係容積率3.0嘅住宅單位啦，即係話建築密度有啲高嘅，住落呢可能會有啲逼仄啊。成個屋苑有8棟樓，每棟樓高係23至31層嘅，成千幾伙人住埋一齊。夜晚或者係週末公共場所可能就會比較熱鬧啦。戶型同得房率由細2房到4房，德瑞花園嘅戶型係幾多樣化下嘅，面積係66至124平方不等啊。主要係2房同埋3房單位，適合唔同嘅大細家庭選擇啦。有2個戶型係比較熱門嘅，一個係88平方嘅3房2廳1衛設計，正南同埋西南朝向，呢個戶型咧比較適合2個人或者係小家庭居住啦。另外一個係124平方嘅4房戶型啊，東南朝向雙陽台對流嘅，呢個戶型咧就適合人口多嘅家庭啦。有一個戶型係好特別嘅，係66平方嘅2房戶型。呢個戶型做到咗雙套間，即係2個房、2個洗手間嘅。不過呢個戶型嘅數量咧就唔算多嘅。至於得房率80%左右，但係睇翻戶型設計同埋建築面積咧，算係中規中矩啦，冇話好突出，亦唔係話好差嗰種。總嘅嚟講，平係平，但係要諗清楚先。屋苑係有8年嘅樓齡嘅，外立面睇起身係有少少舊嘅。德瑞花園以4999蚊一平方呢個價嚟講咧，確實係幾抵買嚇。但係平有平嘅原因喎，主要係因為位置夠吊腳，交通就唔算好方便嘅。商業配套係一般，適合預算有限嘅首次置業者啊。呢個價真係好難揾嘅，上車容易好多。第二呢，喺附近翻工嘅人士啦，如果你係喺三鄉鎮上班或者喺附近翻工嘅，呢度通勤嘅時間就唔算長嘅。第三係退休人士啦，即係唔使話日日揸車出去省城翻工嗰種嘅，幾適合退休生活嘅。第四，投資收租嗰種啊，平價買入放租出去，回報率都係唔錯噶啦。但如果係有以下幾種情況嘅話，就要諗清楚啦。要日日出省城翻工嘅人啦，交通時間成本都會好高嚇。第二，中意繁華嘅都市生活嘅人啦，周邊環境相對係非常簡單嘅，夜生活咧就冇咁豐富噶啦。第三，對教育資源有要求嘅家長，即係校網要名校嘅，呢邊附近就係冇咩出名嘅學校噶啦。第二，浮沙鎮灣區盛景。中山樓價一路以嚟都算係大灣區嘅價格窪地，而浮沙鎮嘅灣區盛景從高調起步到平靜接手，歷經3個地產商轉賣啊。最初由中山市盛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打造，當初宣傳係要打造浮沙鎮嘅住宅標杆，成個屋苑規模都幾大，有成14棟住宅樓，超過1400伙單位啊。建築時間咧係2021年嘅，個本最初係福成世貿集團旗下，當時宣傳好猛，話要整翻個浮沙鎮嘅 CBD 中心高端住宅標杆啊！但之後咧經歷咗多次嘅停工，咁係咪真係4000幾蚊一平方啊？呢個係大家最關心嘅一個問題啦。根據目前揾到嘅最新資料，浮沙鎮2025年2月嘅新房均價係7000蚊一平方嘅，而灣區盛景本身喺2024年7月報價仲要7000蚊，2025年9月份嘅均價就真係4800蚊一平方啦。屋苑位置確實係有佢嘅優勢嘅，北接廣佛啦，南接港珠澳，東望深圳嘅，坐擁大灣區嘅中心位置，對於揸車嘅自駕人士嚟講呢，項目嘅位置就係城市嘅動脈浮沙大道啦，距離港珠西線高速口啊係3.5公里嘅，出入呢算方便。之前宣傳話咩30分鐘到廣州，30分鐘到佛山，15分鐘到中山市中心呢，實質上除咗非繁忙時段呢唔塞車嘅情況之下，就有可能達得到啦，否則都係超過呢個時間嘅。商業配套係基礎有嘅，附近1公里範圍內有浮沙嘅大鎮新都會商圈、浮沙嘅市場啦，
浮沙1+1商場，屋苑2公里處呢有浮虛山公園，公園綠化超過87%，俾多個行街散步嘅選擇。小區內部嘅綠化率呢有成38%，有8大嘅主題活動場所啊。優缺點我哋都總結翻先。優點一位置適中，自駕出行方便啊，近高速路口。第二呢，配套齊全，基本生活配套、教育同埋醫療呢啲需求都可以滿足到嘅。第三，小區環境唔錯，綠化率高，居住嘅氛圍都可以。第四，物業管理評分比較高，日常嘅管理應該係幾到位嘅。缺點又有邊啲呢？第一，附近喺工業區會有一定嘅噪音。第二，周邊嘅工廠拉低咗呢個屋苑嘅檔次。第三，公共交通相對係薄弱嘅，主要係要靠巴士。第四，車位比例係1:0.87，有啲緊張啊，唔夠每戶一個車位啊。總嘅嚟講，灣區盛景花園作為2021年建成嘅樓盤，算係浮沙鎮一個中高檔嘅住宅項目啦。雖然經過咗幾個發展商變動，但係目前睇落咧，可能就穩定落嚟啦。對於預算有限，但係又想喺大灣區置業嘅人嚟講咧，呢個盤可能可以了解下。不過要留意翻附近嘅工廠區嘅噪音問題。如果可以接受呢啲缺點咧，呢個盤可能係一個選擇嚟嘅。第三個火炬號昌悅景灣，由高峰跌到谷底啊，2萬蚊一平方跌到依家嘅4000幾啊。呢個火炬開發區樓盤見證咗中山樓市嘅瘋狂同埋沉寂啦。號昌悅景灣呢個盤真係見證咗中山樓市大起大落啊！記得幾年前高峰時期，呢個盤曾經賣到咗19000-2萬蚊一平方嘅，但依家聽聞跌到4800蚊一平方喎，真正係膝頭斬啊！同大家講下呢個盤嘅前世今生，睇下佢值唔值得入手。計下條數咧，從高位2萬跌到依家4800，跌幅係超過70%嘅，真係幾誇張下嘅。相比周邊嘅樓盤，例如健康花城均價1萬，蘭溪半島均價7000，號昌悅景灣依家嘅價錢真係平咗一大截啊！不過4800蚊單價呢係發展商按照實際面積計算出嚟嘅單價，按產權面積計呢，單價係要6800蚊一平方嘅。屋苑嘅位置係中山火炬開發區博愛7路，屬於太陽城商圈。屋苑喺2017年12月開盤㗎啦，預計係2019年6月交樓嘅，但係到咗2019年10月份呢，就有業主投訴項目涉嫌違規銷售啊，話發展商宣傳嘅贈送面積涉嫌打擦邊球，同埋咧項目東邊1公里有大片嘅墓地，呢啲因素發展商係冇告知嘅。當初住建局咧已經係勒令發展商要按照規劃圖完成施工，可能係因為咁樣個盤嘅聲譽係受損嘅，加上中山樓市整體下行，導致價格大跌啊！號昌悅景灣嘅地理位置咧，其實係有一定嘅優勢嘅。屋苑嘅南面咧係博愛路，係中山優質嘅快速道路啊，紅綠燈少，東區西區直接可以相通嘅。博愛路可以直接接返我哋嘅京珠高速、深中通道、長江路、翠亨快線等交通主幹路啊。屋苑周邊有太陽城商圈、遠洋城廣場啦。最近嘅中山火炬開發區人民醫院距離樓盤咧係1.9公里嘅，醫院係屬於3甲級醫院，都係幾方便下嘅。屋苑綠化率38%，容積率2.5，喺中山樓市算係中規中矩。號昌悅景灣以4800蚊一平方嘅價報出嚟呢，真係平到難以置信啊！但係平嘢有平嘢嘅原因啦，因為佢嘅優點係好明顯，缺點又好特別。優點，價錢真係平，對比周邊嘅樓盤係有價格優勢嘅。博愛路主幹道交通便利，萬科物業管理啊，管理有一定嘅保證。缺點呢，就係呢個屋苑係有歷史問題，之前係涉嫌違規銷售，而且有一個大嘅特點就係佢周邊好多先人嘅墓地喎。號昌悅景灣以4800蚊一個平方，呢個價真係平到笑啦，但係平背後係有一定嘅原因嘅。如果你係冒險型買家呢，願意搏一搏，呢個價可能係執到平貨喎。但如果你係穩健型買家呢，可能要俾多少少買其他屋苑更加穩陣安心啦。最後都係嗰句啦，買樓係人生大事，無論價錢有幾吸引，最好都要親自多次去到實地睇下樓，感受下周邊嘅環境同埋小區嘅氛圍啊，問清楚最新嘅情況先做決定。
依家樓市嘅慘淡，可能仲有講價嘅空間都唔定啊！中山樓市整體咧都係喺度調整緊嘅，4000幾蚊嘅屋苑嘅故事話俾我哋知啦。賣樓唔單止要睇價錢嘅，仲要了解清楚個盤嘅背景同埋潛在問題啊，唔係隨時都會中伏啊！今期節目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大家睇完條片覺得對你有一定嘅幫助，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，訂閱翻 Tony 嘅頻道。各位街坊朋友仲想深入了解其他屋苑樓盤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講低或者係 WhatsApp Tony，Tony 會同大家分享最真實嘅屋苑情況，做到有一講一。拜拜。